很多新移民的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：一开始买房到底应该第一步是什么？大多数人都会想，我当然是去看房啦，或者找开发商选户型。但其实这样常常会走弯路。在加拿大呢，买房的第一步不是看房，而是去做贷款预批。那银行或者是贷款顾问会根据你的收入、负债和信用评分，告诉你最多能贷多少钱，利率是多少，首付要准备多少。那这封预批信呢，就像是你的买房通行证，有了它，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预算，也能在报价的时候呢更有竞争力。在中国不一样，这里的房源呢都在公开系统里面，也就是 MLS，价格透明，每个人都能查到同样的信息，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济，他会帮你去谈判、查资料，保护你的权益。所以在加拿大买房呢，第一步不是找房，而是先了解自己买什么样的房。想要看我整理的加拿大买房全流程吗？给我留言，我发给您。拜拜。